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1月24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抗日抗日地档届满1档，市府上午以制作影片的方式来感谢社会各界爱心的付出，同时邀请受灾主角到场，甲社会讲因重新再出发的心情。会中因嘛甲市长手牵手，一起讲感谢，用笑容展开新的人生。为自己活，要为别人。台湾人真的很有爱心。我们接受很多人的帮助啊，要让大家说看到我们能够重新再开始。不一定真的要站起来，心里站起来比较重要。台南抗日抗日地档将届满1档，在影片当中会当看出，伫各界关怀甲鼓励之下，受影响的市民已经渐渐行出伤痛。会当看到更较侪勇气甲坚强的故事，上午侪祝贺伫市府的邀请，嘛亲自到场，讲出因的感谢甲感动。当然，侪感触一时之间无法度用话语来表达，重要是要甲大家讲，因看见希望，过得真好。大家都知道，我们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情啊！感谢社会大众的爱心哈。因为你们的善心、你们的大爱，让围观人可以在灾难中重生啊，也让我们的大楼有了一线生机，可以重建。啊，我是围观都市更新会重建都市更新会的理事长。啊，除了谢谢广大社会大众的爱心哦，因为你们的爱心让我们有了重建的生机。也要感谢市府，经过这半年的协助，愿意让售90坪的土地给我们，让我们有足够的面积来规划我们的家园，让我们的重建有一个蓝图，让大家都充满了希望。开始市长赖清德表示，对地档到达买1档啊，期待10档、20档后，大家想起地档，毋是比拼，而是爱伟大甲使人钦佩勇气等正面价值。不管是10年、20年，或者是更久，大家在谈论到2016年在台南2月6号这场地震的时候，他们所记得的不是这一场地震死伤有多少。人民的恐惧有多深？而是大家记得的是，社会上的爱是那么样的浩大，是那么样的关心这一场地震，是那么样的支持受影响的台南市市民。同时，他们也就会记得，受影响的台南市市民是如何的勇敢，如何的坚定，走出自己的生活。会后，市长等相关的主管嘛，甲所出席的受灾户留下历史性记录，以及讲感谢你的爱。感谢你的爱，请鞠躬。谢谢这段期间一直以来给台南注入非常多关心的各界社会关。电视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已经来到年尾时刻，趁着春节进前，市长赖清德伫咧24号特别安排侪活动。要来慰劳市府各单位辛苦的同仁，下午头一站就来到准培运公园，慰劳干务局第1干务大队，并代表市民一一发送红包，感谢因的付出，并有祝因新年快乐。欢喜的为市长的手中接下红包，伫这个年尾的时刻，市长赖清德下晡来到水平运公园。代表市民慰劳干务局第1干务大队，并一一发送红包，祝福队员新年快乐。同时鼓励因未来会当继续努力，做伙来维持市府的门面。干务局的工作是足辛苦的，是咱台南市政府内底所有局处内底上大的一个局处之一，拢是硬功夫呢，铺桥造路。透风落雨，风台了后的修护，上山落海，无所不至工作拢爱负责。
包括公园的管理。哦，所以我讲恁公园的管理若管理了好，啊若安尼大家感觉讲啊，干务局做认真做拍拼。啊，讲换一句话讲，若是讲恁管理了无好，若物遮有粪扫吼，啊若物遮呢乌白安尼管理了无整齐，大家感觉讲啊，这个公务局，甚至这个市政府啊，我看嘛是如此尔。哦，所以恁的工作是最重要。除了提供市民一个上好的环境做休闲，另外有若代表台南市政府，哦，恁算门面就对啦。恁的工作算门面的工作，哦，所以这真重要。为了工作人员一天来的辛苦，也预祝因新年快乐。所来市长继续前往各地点，关心 AC 厂的同仁甲环保局的清洁人员，并代表市民感谢因对这个城市的付出。台新闻早上林根采访报道。过年前，市长赖清德伫咧一连串的岁末关怀行程当中，上午特别来到崇美小型作业所，除了带来红包礼物，以关心学员的生活状况以外，嘛呼吁有需要相框等手工创作品的民众，会当向因采买，场面相当温馨。市长赖清德一个中美小型作业所受后辈青年特真热情，伊详细小解因伫遮生活、手工创作等点点滴滴，甚至也会到户外参与社会等各种活动。伫市长嘛真热情，甲因亲切互动，甚至知因一人要欠2000块，拍算到台北旅游的愿望计划，场面相当温馨。安排自立生活期啊，就是这一次是去台北，我们2年1次，这是第10届，哪一条路线？我目前安排的是华山文创的，我是这个华山文创组的组长。他们每一个5条路线。市府市政以向以人作为根本，对个社会上相对弱势族群，市府透过各项福利服务，嘛希望给因上大的支持。目前参照这款小型作业所，伫全市道23间，帮助超过370位身心障碍青年，会当继续伫家己熟悉社区当中生活，过得充实有尊严。伫市长伫会中嘛替因的大港宣传，希望大家多多捧场。非常棒，所以我也非常希望哈，我们台南市市民，尤其小朋友，如果需要笔筒的话呢，要来这边买啊。然后呢，需要这个相框的也可以来这边买啊。要学校或是社会局要颁发感谢状给善心人士的，也可以来这边买这个感谢状的框啊。应该是要结合在一起啊。然后我很高兴啊，今天有机会来。那么同时也利用这个机会，跟敬爱的林主教吴神父、萧神父、毕神父跟你们感谢。美善基金会，大家比个赞好来！美善基金会，好，谢谢。电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市府都发局伫咧民国74年公告实施南区细部计划。有真侪面地拢被围设作为公共设施保有地，依照规定，地主会当减免地价税。不过，喜树仔万丰宫煞被超征收地价税超过32档。议员曾玉珠强调，有类似情形的民众也阁有真侪，要求市府对受影响的地主一一通知进行退税。市区都发局伫民国74年3月15号公告实施南市南区细部计划案，将真侪面地划设作为公共设施保留地。议员曾玉珠认为，对受影响的面地，市府应该将地政甲税务单位配合，做清查做册，并通知地主。但市府却只有公告，并无发文通知，造成民众地价税被超征30多档。尤其咱都发局，他们是在划设都市计划的这个单位，应该恁土地划了的时阵，应该跟咱的地政局、税务单位去做一个配合，甚至嘛爱做一个全盘的了解，甲做清册，来通知咱的地主。但是咱市府无，咱只不过是做一个公告尔。后续就是公告完以后嘛无知会咱家去用划着公共设施用地价的地主。
所以嘛造成了，所以今仔日为虾米阮来开这个记者会，要搁再一次提出讲，阮南区已经有足侪地价已经去互超收超过32年这个时间。受影响的喜洲万丰宫有千外平方公尺的庙产被划设公共设施保留地，中心依照公共设施保留地税率计算，平均一档会当省下20几万的地价税。伫向税务局申请以后，加上利息，一共退回400多万。我问了他们了，就是说地政事务所那个税捐单位说，这个地政事务所没有分割，我们也没办法，我们还是照一般土地课税啊。都发局说，我有把资料送到地政事务所，那个地政所到底这谁的错误，我们搞不清楚。但是我们老百姓要的是一个正确的数字出来嘛，就是正确的答案出来嘛。所以我希望就是说这一点能够，应该是要我们几个单位就是都发局、地政单位还有税监单位，应该由最高当级就是市长层级的人。对此，都发局新任有所悉，强调伫1805年1月以后划设的公共设施保留地，伫作业定数上将会更较完备，而且完整入住，除了要求市府对地主一一进行通知，也表示会协助民众办理退税的手续。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针对西港外环道路开发案，内政部土征审议委员会将共召开3届会议，做出保留在议的结论。但自救会日前煞接到内政部发文，预计1月25号下午要到西港现勘。对此，自救会无法度认同这场现勘的合理性，强调这现勘通知的时程短，而且农历过年进前要勘察车流量也无合理，因此提出抗议，要求取消。现勘不合理，要求取消。针对西港外环道开发案，大家手提标语大声抗议，坚决要捍卫家己的家园。由目前内政部土征审议委员会做出保留在议的结论，不过自救会可收到内政部的公文，预计1月25号要到现场会勘。对此，自救会强调，这一切都无合理。他们要来现勘本来是我们要求的，但是现在就是因为说他们挑在这个过年前的时间点来现勘，那这个资料就非常的没有说服力啊，因为过年前大家都要回乡，这是最不合理的地方。然后第二个不合理就是他们行程没有透明公开化，然后也没有提前跟我们告知，就直接要来现勘，也是因为我们发现了有这个现勘之后竟然还收到公文这样子。除了提出反对的理由，自救会更强调整个会勘流程有严重的疏失，而且经伫农历过年进前来会勘，交通状况甲平时无同，无论当时车多车少拢欠缺代表性，所以嘛要求取消会勘，连工搁再举行。说他们这一次现勘不合理的地方，就是这个行程的设计有很严重的瑕疵，他们只设计一次的这个下午的时候去看这个交通流量，那因为要看交通流量，一定要至少要比较人少的，叫车少的叫离峰，所以离峰没有设计，所以要看一整天，然后至少要看2次，一个假日，一个非假日。争议真久的西港外环道开辟案，目前虽然是保留在议，但内政部经伫农历年前外地游客回故乡时来勘察交通流量，也互自救的怀疑，敢是沦为偶像的作业。自救会都要求取消会勘，同时嘛希望内政部会当邀请在地人做导览，彻底互委员了解当地状况，安尼才当消毒检疫。台湾新闻张伟忠、郭博义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金鸡报喜迎新春，恭贺新年大吉利！我是台南市议会议长赖美惠，代表议会全体同仁，祝福乡亲好朋友新年事龙共襄，皆顺成，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万事拢如意。消灭登革热，
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卫生局赶伫咧过年进前举办从头开始焕然一新开运义诊活动，邀请米兰时尚为60岁新众朋友加头毛，而且伫咧活动当中宣导精神健康的重要，希望社会大众互因关怀甲包容，增加社会力量。为迎接2017年新春来临，卫生局特别举办对头开始焕然一新开运义诊以及身心健康的宣导活动。活动现场有邀请书法老师写春联分享，也有义笔，甲邀请30位设计师伫现场为这弱势朋友剪头毛，希望替因换一个新造型来过新年。非常高兴哦，我们跟很多社会的善心人士，包括我们台南市的牙医师公会，还有米兰发型设计的这个义检团，来做我们今年金鸡年的一个活动。那我们希望从头开始焕然一新，我们从头发开始，能够一个除旧布新，那把心情过得更好。那我们知道说，台南市是一个健康的城市。但是不管怎么健康的城市，在这个里面一定有一些经济上比较弱势的，在身体上比较弱势的，在心理上比较弱势的一些朋友们。那我们借由一个活动呢，来抛砖引玉，希望社会的各界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来让我们整个躲在我们社会的角落的一些身体、心理、经济上弱势的人，可以在新的一年得到更好的照顾。这是我们连续第4年，跟我们台南市政府卫生局来举办这一个，就是针对于身心障碍啦，或者是说他精神障碍，或者是说他可能有一些药物成瘾的这些障碍的这一些我们的市民同胞啊，在这个岁末年中啊，能够帮他们做一个就是改头换脸啊，就是让他们有一个好的心情，让他们也能够去感受到在这个社会上还是有人对他们的一些关怀跟支持。卫生局希望这个举办活动会当抛砖引玉，传来更较侪善心的企业加入关心身心弱势族群的行列，也营造大台南成为身心健康的家园。台新闻张伟忠、郭博义采访报道。2010年成立的广源慈善基金会，多年来关心弱势教育，除了颁奖学金予认真学习的学生，佮会无定时来举办郊游联谊，予一寡受帮助的学生会当扩大视野。24号这天，因来到石鼓文创园区，度过快乐的一天。广源慈善基金会受全球上大集体供应商 Kingston 的创办人 David 伫民国18年所创立，成立目的是协助清寒弱势家庭学生教育，提供奖助学金以及技能救助等等，伫全台各地让学生接受基金会帮助。就伫升大公读法律研究所的郭同学，就是因为伫高中时期得到基金会帮助，才当可以顺利学习。本身就是出生在家庭资源不是那么丰富的环境，然后就一开始会觉得非常的自卑，就是别人都可以去补习啊，什么家教之类的，可是自己好像就是在求学方面会比较困难一点。可是就是还好有申请到一些奖学金，像是广源啊，或是之前的叫做大卫与戴安娜的奖学金，就也在经济上面给予了很大的协助。然后之后也有好好的善用这一笔经费，然后去努力认真读书。
我们就是希望透过今天的活动，让来自18所不同学校的高中职还有大学的学生，还有师长，可以尽情的在今天留下美好的回忆。那最主要是希望他们在过年节前来参加这个活动，因为这边有刺激好玩的烟囱滑梯，他们非常的喜欢。然后刚刚也有听了那个优美动听的古乐，然后下午我们会带一些团刊活动、分组比赛，借由这个活动让他们学习到团队的精神。然后呢，他们有来自不同的学校，然后他们可以借由这个方式，然后彼此交流分享。光源慈善基金会创办人戴维伫事业有成以后，无别记哩回馈社会，持续投入经费来关心教育，让或者受帮助的囡仔非常感动，希望当当面解释多谢。David 叔叔、戴安娜阿姨，欢迎明年来南部玩。本新闻张伟忠、郭国义采访报道。台南文创园区伫咧春节期间推出迎接鸡年、欢送狗年五王花灯节活动。花灯展加入了南昆省大天府的庙宇文化，也设计了五虎千岁造型花灯，要带予民众满满的过年气氛。将传统的花灯布置伫咧台南文创园区，佮结合府城知名庙宇南昆省大天府的文化元素。现场坐特色王爷的花灯，互入来参观的小朋友看甲拢非常欢喜。而且传统的花灯有了新的突破甲创意，互民众伫咧市区地当欣赏到美丽花灯。我们希望能跟民众可以做一个互动性的结合，也希望我们把这个文创园区的活动给带起来。那我们这一次除了花灯是一种记忆跟创意的结合，我们希望它可以一直传承下去，把我们这个花灯的技巧、民俗的技巧，也可以一直的传承给我们下一代。我们希望办这个活动相当有意义。我们希望明年我们跟校长在承诺的时候再办大一点。好，这几年来，台南文创园区的营运愈来愈多元化，也互园区经营者南台科技大学愈来愈有信心。表示会互这个坪数无大的文创园区活动愈来愈丰富。虽然咱这个小而美啦，咱这个敢若0.56公顷尔吼，敢若华山，你甲看好，迄安尼4、5公顷安尼，遐尔大吼，佮其他的园区上少就3公顷，但是啦，咱这个0.5公顷尔，但是咱这个所在安那，头大家拢讲过啊吼，到火车站就到遮安尼对无？火车站，台南的火车站是上方便的所在嘛，对无？所以呢，大家要走春、要行春啦，这几工拄要过年，大家迄个拜年红包摕了啦，就来遮甲行，敢若来看五王拜五王互五王甲你加持，安尼就记得啦。讲会当来这个五王，这个灯会来到咱这个府城，这也毋是遐简单啦。要是讲譬如讲拄到李老师甲咱戴校长咱遮。中华贵宾，大家拢太用心啦，感谢各位啦！我在此祝福咱过了新的一年，大家平安大汉时。对外观设计、造型到配灯拢非常的用心。这片花灯设计，相信伫咧下暗点灯以后，会变甲更加美丽。也欢迎民众到台南文创园区参观欣赏。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一位44岁得到口腔癌的黄先生，伫咧化疗期间，常常感觉疲劳，而且有失眠、日时爱困、目睭干涩等等的症头。最后合并中医治疗了后，大大改善困眠的品质甲疲劳的问题，嘛，互伊有体力继续进行化疗。根据研究统计，大约有58%到90%接受治疗的癌症患者，以及51%到89%的癌症末期病患，会出现癌因性疲倦，可能因为癌症本身、并系困眠障碍、治疗副作用等等所造成。
所谓的癌因性疲倦根据 ICD-10 这个疾病的诊断的方式，就是在2周内有主观性的感觉到疲倦。那这个疲倦跟癌症或是癌症的治疗相关，并且不是因为最近的一些身体活动造成的，并且影响到生活，它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那这个部分呢，就可以诊断是癌因性的疲倦，是这样子。所以不管是刚刚。就是我们介绍到的很多原因不管是贫血，不管是营养不良，不管是心理因素不管是今天他治疗化疗的副作用放疗的副作用，或是癌症本身引起的这些都可能造成所谓的癌因性疲倦，因为他只要主观认为2周内主观认为有疲倦，那就算是癌因性疲倦这样子。透过中医调理，运用黄芪、山麻等药材，将会当达到补气的效果。有未少的病患在使用过后，针对疲劳的部分都有明显的改善。我们中医在改善这个部分癌因性疲倦的部分我们会认为它是主要是以气虚的症状为表现为主，但是这个不同的病人可能表现会不太一样，有可能是会有合并血虚的状况，或者说有阳虚等等的状况都有机会。不过最大宗还是以气虚的那个症状为主，所以我们传统在治疗癌因性疲倦也是以像人参、黄芪大家常听到这种补气的药物为主。不过有一寡患者也是会烦恼中西药合并使用会产生交互作用。对此，医师建议，若是有疑虑，会当考虑针灸，也就是去刀疗灵来改善。但不管使用倒一种方式，上好也是先找医师诊断，再当对症下药，达到上好的治疗效果。但新闻家山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天气是多云有时好天，温度16度至20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你收看1月2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